司令员同志，火箭军270旅参加演习抽点发射，准备就绪，请您指示。目标的建筑窗户冲南，那我们就选南边顶层的最高点，东边底层的最低点。请您再抽点2辆发射车。7号车，19号车。是，保证完成任务。炮手全部就位，发射架展开，导弹起数。暂停发射。发射暂停。发射暂停，发射暂停。两车交换目标，3分钟之内发射。是。两车交换目标，3分钟之内发射。起立，跑步走。报告，陀螺仪校准失败。什么？19号，原地待命，走我。是。我过去一下。走，19号车阵地。是。7号，暂停发射，原地待命。是。19号，你打开车门，我马上到了。是。旅长。将7号架和19号架数据并联共享。是。输入目标参数。是。校准误差参数。是。各号手汇报情况。车辆正常，平台正常，通电正常，车体水平正常，车齿通讯正常，各波段信号正常。导弹通电正常，自检正常，信号接收正常，目标瞄准完毕。好，出车。实弹发射，重启倒计时，5、4、3、2、1，点火！报告首长，目标已经击毁。报告首长，目标已经击毁。韩磊，如果战争真的来临，我们的发射架必须旅长亲自到现场指挥，才能完成任务吗？韩磊，基层官兵的人才梯队建设，任重而道远呐。同志们，刚刚送走了老兵，又迎来了新兵，新老交替，这就是军队。薪火相传，这才是军人。今天是咱们新兵训练营开训的日子，我代表全体指战员，欢迎你们加入火箭军的大家庭，欢迎你们加入光荣的1等功旅——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第270旅。同志们，我为你们在青春之际做出的选择而感到骄傲。好男儿就是要当兵。火箭军是最具有杀伤力的王牌，
和最具有震慑力的底牌，而这里就是你们走向人生巅峰的锻造场。你们需要找准目标，你们需要设定航迹，你们需要积蓄力量，你们需要一飞冲天。你们到底需要什么？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来当兵？记住，只要找准目标，就能设定航迹；只要加满燃料，就能冲上云霄。这里就是你的加注站，这里就是你的发射台。你们要做自己命运的发射号手，你们的青春将在这里结果。报告，仪器工作正常，电缆连接完毕。3号通讯号手报告，通讯沟通完毕，数据已上传。4号驾驶员报告，各仪器工作正常，已具备发射状态。号手就位，号手就位。同志们，你们说帅不帅？帅！报告，出列。是。刘班长，啊，班长，我有问题。你怎么那么多问题？想说你就疯了你啊！首长，我有问题。说出来，你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在下达了号手就位的口令之后，他们没有直接跑向发射车，而是选择了绕远的直线距离？为什么在车外训话这么长时间不展开作业？这些话完全可以在汽车发动之前全部说完，请问这是为什么？夏茹，你等着回去的，我弄死你！真的哎。旅长，到，你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做是为了整齐划一。可是这样浪费了时间。刚才我目测计算了一下，最远处和最近处相隔大概20米，最远端的战士和发射车形成了一个三角的关系。如果战士们选择相对较近的路线斜线，起码可以节约2到5秒。可是他们直接选择了最远的距离2条直边。还有，刚才车外训话耗时45秒，我们为了好看却浪费了时间，我不理解，所以提了出来。首长，请你见谅。你是不是有病？嗯？夏卓，你是不是有病？班长，有问题不让问啊？有问题可以问，但是你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没告诉过你什么时候该提问题吗？今天是什么场合？新兵开训仪式，全旅的主官都在了啊！这么庄严肃穆的时刻，那大导弹嗷嗷升起的时候，你一个问题把全旅人都干懵了。可是我也没有说错呀，连旅长都说了，这个问题问得好，回去他要好好研究研究。好个屁！你就是自由散漫，你恃才傲物。团长，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抠被子，
为什么不多花一点时间好好读书呢？我跟你讲啊，每年都会有新兵提出各种各样类似于你这样的问题，你知道我都是怎么土炮加电炮，啊？你还知道是吧？班长，你可以处死我，但是你没办法说服我。你啊，一会儿回到宿舍，把条令条。看什么看？给我上！疼死我！回到宿舍，拿出条令条例，给我好好的读，好好的背。什么时候背下来了，什么时候算完。那些我昨天晚上都背完了。喂，你背完了你用啊？班长，条例固然写了没错，但是不一定合理呀。一个国家连宪法都有修正案，更何况这些条例条令呢？如果一个士兵在部队里都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和疑问，那咱们部队不就成了一言堂了吗？哪不让提意见啊？这大老驴啊！班长，我知道我惹你生气了，对不起。可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条例条令我可以完全服从，但是你得给我说清楚、说明白啊！我觉得多思考问题，这没有错。夏卓呀，你呀，你不是来当兵的，你这是想直接来当班长啊？如果条例允许的话，我也可以考虑试试。可是条例不允许啊。这边班长。报，进来。局长，有个事儿。先别说，你们坐下。1分15秒，按照10个架演习了一次，确实节省了1分15秒。准确的说，是我们以前浪费了1分15秒。这么多年啊，我们一直都是横平竖直，讲究个仪式感。可是有谁敢像夏卓这样呢？当众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敢于挑战权威。这个孩子有个性，我喜欢。旅长。你是说你喜欢夏卓这个兵？对呀，我们既要统一思想，也要保留个性。只要是对部队有利的意见，不管是谁，就该提，提的对的还就得改。那行，那我提个事儿。我想让夏卓调开我这个班。为什么？我们这个班哈，笼屉太小了。夏卓这个兵呢，馅儿大皮儿厚，我争不下。他就是天上那神龙，我这就是一小水坛子，我养不活他。你把他调到别的班，或者干脆你喜欢他，这样你就把他当成你文书放在你身边啊。吕正，你这有什么话呢？啊，这可不是你的作为啊！阴阳怪气的，怎么被夏卓给镇住了？那不存在，不存在能镇住我。可是我没法管呢。我这前脚刚想说点什么事儿，是吧？后面有领导在这扛着顺风旗，在那给他扯虎皮的。我说一，他就有1万在这等着我呢。我跟这兵啊，搭不到一块儿去。搭不到一块儿，是因为方法不对。还用我教你吗？啊？你还有事吗？没了。好，从外边把门给我关上。啊！给你们添点儿啊！来，哎，给点热的，来，最后剩点啊，都给你啊！哎，好。今天呢，咱们按照部队的传统，给大家一杯热水，一个热毛巾啊，再给大家倒上热热的洗脚水。意思呢，就是让大家伙感受一下部队的温暖啊！一会儿呢，大家伙好好的洗个脚啊！咋了？这怎么还哭了呢？想家了？
啊？报会长，讲。我叫林安妈，我没有想家，我也不会想家。我哭，是温暖的哭，是感动的哭，是高兴的哭，是真挚的哭。我们从五湖四海来当兵，离开了父母和亲人，是班长用一盆盆热水洗刷了我们思乡的情，温暖了我们疲惫的心。在这里，我代表全体新兵向班长说声谢谢，给您添麻烦了。坐好。瞧瞧怎么样？哎，我这马屁拍的行吗？哎，这臭洋棚子，一点都不说谎啊！今天要不是只吃了半个馒头，我都吐了2遍了。哎呀，太假了！你的眼泪是咋整出来的？泪肯定是借了。哎呦，这个呀，哎，学着点啊，学着点，知道吗？杨刚，你能不能不丢人？咋丢人了？捧头脚嘛！你把大伙的脸都丢尽了。咋这马屁拍的？哎呀，物以类聚。哎，欧阳俊，这明显是大伙闹着玩的，你干嘛呢？我不干嘛，泡脚啊。行，你先泡脚，一会儿记得刷牙哈，保持口气清新，少挤兑挤兑。嘿，对你记得刷牙，哎，你要是没有牙膏啊，我这里有芥末啊，免费免费。有病吧？你说什么呢？好歹咱们也是同学一场。咱们之前是同学，现在已经不是了。刘阳军，咱们来到部队了，就不要给学校丢人。老是窝里横窝里斗，有意思吗？行，我懒得理你。哎，咱们这在说什么？对呀，是和属实是。欧阳军，我一直想把你当朋友当兄弟，我知道你打心眼里看不起我，不过你也不要不服气，论文论武，你都不是我的对手。怎么着？上单挑了？超人挑战赛马上开始。本着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原则，本裁判宣布以下比赛规则和游戏科目。干嘛呢？这是？看样子好像是要单挑。哎，下厨这帮混小子，我过去。来，放心吧，打不起来。咱们静观其变。静观其变。非等他们动手。怎么会动手呢？别急啊，慢慢看。总之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二人今日华山论剑之后，待决出胜负，失败者需要给胜利者给付1个月。1个月哪够啊？1年。啊？2年都行。3年。3年，你要转士官啊？那就退伍之前。行，君子一言。快马牛鞭啊！这俩货，精力旺盛啊！啊，这不就是你从传统大学招来的2个超级大脑吗？没错。死对头，死有才。他们俩要是能好好配合的话，将来放到一个架上，绝对是绝配。好，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散把式。哎，二位英雄，咱们是又说又练。第一个项目，第4个喷水管折返跑，各就各位。加油！下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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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托尼！加油！加油！加油！
吃吧。咱，那个咱们先休息5分钟。不用休息，直接来吧。继续。那就第2个项目，400米障碍者慢跑，各就各位。3、2、1，送你！要不是刚才有块石头，3局2胜，我早就赢了。再来！我宣布一下，比赛结果1胜1平1负最终结果平局。不行，再比。比就比，比啥呀？自由搏击。我，你敢吗？怕你。来啊！不过姐姐，算，我看你们谁敢！回宿舍去，快！是。让你们泡个脚，我这去倒个水的功夫啊，你们俩就这样好了啊！咱们今天开班务会，咱们全班出名了，没有人不知道咱们。新兵训练第1天，旅长郑伟亲自让咱们班开班务会。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俩之前不是一个大学的吗？不还是一个寝室的室友吗？非得整个你死我活，还动上手了。你要说在部队里面，咱们一起搞军事训练啊，分个高下，分个左右，那行。可是你们2个人现在这种方式超出了个人竞争的范畴，这是个人英雄主义。咋的？你以为跑一个来回跑啊，弄个400米冲刺就叫好兵了？这是孬兵，啥也不是，还华山论剑，给你们能都不配。咋的？你俩谁赢了啊？谁给谁洗袜子洗到退伍啊？这样啊，来，我宣布啊，从今天起，咱们班所有的袜子还有鞋，都归他们2个人洗。散会。方副司令，要不我们还是提前通知一下吧，不然他们会很仓促的。仓促什么呀？检查工作就害怕通知。平时总说，领导来和不来一个样，可实际上呢，能一样吗？你说的是。现在呢，全军搞作风整改，一听说领导要来啊，恨不得把那马路牙子边上的砖头缝都给清干净了。哼，
完全是形式主义。军队是为了打仗的，不是为了给领导演戏的。一会儿到了以后，你掉头就走，敢给他们通风报信儿，我拿你试问。是。都别站着，大家都坐吧。是。鲍副司令，昨天上午我们刚刚举行完新兵开训仪式，要不您再考虑考虑，我们安排个座谈会或者是茶话会什么的。不用，在会议室反而拘谨。那我们就陪着首长到连队和战士们面对面的交流。有你们跟着，战士们还能说实话。我说了，既然是微服私访，那就踏踏实实的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上级也有明确要求，要多下连队，多闻闻下面的汗味儿。那我们负责什么呢？你们什么都不用负责，只负责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记住啊，每一个动作都给他做好了，所有的动作那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们呢，都要展示出来你们这几个月的基本训练动作。停！停！立个口令都忘了吗？挺胸抬头，目视前方。哎，下主，往哪看呢？目视前方不懂吗？咋的呀？去练的时候往那边看，那边有什么呀？啊？哟，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一拽就给拽倒了呢？报告，行，你拉我，我拉你怎么了？我拉你就能给你拉倒啊？你要完成动作要领了，我能拉得动你吗？不是告诉你了吗？两只手啊，你要使劲的贴住中缝，你看我能不能拉动你？报告。行。报告班长，旅长叫你。旅长叫我。是。刘成到。带着大家继续训练。是。向右看齐，向前看。这怎么还临时恢复官职呢？是这样，报社来了一个老记者，要去你们连里蹲点。这连里不能没有主官呢，说出去也不好听啊。这连里面说出去，我这也不好听啊。恢复官职呢是以后的事，看你表现。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肯定好好表现啊。我这当兵这么多年了，您放心，肯定给他安排的呀舒舒服服的。您说，给他安排到哪儿？下周是在一班吧？一班呢？明白了，除了一班，安排到哪儿都行，是吧？错，除了一班，人家哪儿都不行。同志们好，我是咱们报社的记者，我叫方振军，大家以后叫我老方就行了。我这次来呢，是想重点看看咱们新战士的精神面貌和在部队生活的体会。上面的领导明确交代，要和大家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训练，抓典型写文章。所以呢，在今后的1周里，大家该训练训练，该学习学习，该休息休息，就当我不存在就行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工作，谢谢大家。同志们，老冯同志，按岁数来说，也是咱们父辈的年纪了。这次能选择咱们连，尤其是选择一班作为典型下基层，那是咱们连的光荣。营长告诉我们了，说这次老冯同志的采访工作，每一位战士必须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什么说什么，不用藏着掖着，更不用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全力配合好老方同志的工作。同志们，能不能做到？好，吴望俊、易子墨出列。是。全体站位。看路走。王老，你请。看路站。后边走。后边走。王俊，到。我呢，要暂时接任连长的工作。咱们班呢，不能没有班长。这样啊，
你呢，临时接替一下班长的职务。易子旺，到，你帮助一下欧阳俊，临时呢，代理一下班副的位置，好吧？好，谢连长，谢指导员。别小瞧临时二字，更别小瞧班长。临时的可以变成正式的。什么是班长？兵头将尾，连队骨干，要求进步，这才是班长，懂了吗？是，保证完成任务。回去吧。好，走。这步棋走得妙啊！让欧阳俊抑制夏卓，让夏卓的死党抑制欧阳俊。小年轻，走了。所以啊，我是上没问题啊。哎，老方，您这岁数我都跟您叫叔了，您睡下铺啊，天经地义啊，就睡这儿，好吗？那不行，那可不行。哎，老方，有这时间都够睡一觉的了，你就睡这儿啊。老方，怎么了？啊，他非让我睡下铺。哎，没事，你呀就睡下铺。你看你这体格，要是睡上铺，塌了怎么办？那好，那我就睡下铺。嘿，谢谢你们啊。不客气。哎，你叫什么名字？报告老方，我叫夏卓。你就是夏卓？您知道我呀？我太知道你了。新兵连夏卓，超级大脑世界冠军。没想到我的事情都传到报社那儿去了，太荣幸了。你真是超级大脑吗？他们这么说，我可没这么说。那好，那我考考你。94882723乘以8907590003524。你真是超级计算机啊！厉害呀，厉害！老方，我是这个班刚任命的副班长，以后有什么事啊，你也可以跟我说。好，谢谢你。夏卓，快！夏卓，17秒5。哇，夏卓成绩不错。哎，下一个，开始。加油！快！元宝加油！快！哇塞，什么时候我们能碰一碰导弹车就好了啊？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我们作为新兵啊，就要学会服从，别一天10万个为什么。我就自我感慨一下，这都遭了非议啊！我只是好心提醒，作为班长的提醒。夏罗说的没错啊，用不着你提醒。我们来当火箭军，终极目标就是上导弹车打出1枚实弹。行了啊，都少说2句吧啊，都站好了，来继续训练。训练间隙，聊了也好。大家不是都好奇吗？我给你们讲讲。刚才过去那辆是东风185G，我们火箭军列装的新型装备，反应快、精度高、机动能力强。过去发射一枚老型号的导弹，需要1个连，甚至1个营的兵力。这个型号性能先进，集成度特别高，4个人就可以操作。老方，你们报社记者连这个都知道啊？知不知道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你们一个一个
渴望成为合格号手的决心，我就愿意多讲两句。当然，既然来了，就是这个目标。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号手不仅是一个称呼和一个岗位，更成绩不错呀。哎，联邦啊，19秒7，比下周少3秒。你记的成绩我就不做评价了啊，一点都不虚心。老方，你真的是报社记者吗？我不是报社记者，我是谁呀？刚才你在说发射车的时候还挺专业的，一般记者不这么说话。我以为什么事儿呢？我干了几十年的报社记者，这种事儿见过多了，见过多了就知道多了，就会多了。不对呀，老方，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哈哈，我真是报社记者。哟，大长，哎呀，大忙人，来，你好。哎呀，没办法，刚到新单位啊。来，坐。我给你倒杯水。哎呦，上上下下很多工作需要交接，另外还有一些人事关系需要跑，所以刚忙完，我就先来看老战友你。行，算你有个良心哈。好，你这一天天呀，整的也太忙了哈。你说你整的这忙干啥？感觉比咱们司令都忙。哎，李连长，你这是又在表扬我呢？哎，行，你就当我是在表扬你啊。哦，我听说你是我调到报社去了。调哪了？调报社了。报社去了。对，现在在报社资料室是一个干事，说白了就是一个干活的人。你说报社可巧了啊！你们这有一个同事，就在我这下部队体验生活呢。哎，没有听说有人到你们这儿来啊？你看，一看你就是刚调到新单位，同事你都不认识呢。叫方振军，有吗？方振军啊，我们单位没这个人呢。你看，好像我骗你，这人就在我这儿呢。哎呀，都停一下啊！我开个小会儿。来，坐，给我上。哦，这好不容易休息玩一会儿，开什么小会啊？这事儿呢，我确实也没跟班长提前说。我是想呢，班长呢主持班里工作，我呢作为他的副手，替他呢开展工作。别拿棒槌当真实啊！咱班本来就没有副班，你就是一临时的嘛，是吧？弄得跟真的一样，球给我。联盟，能不能严肃点？猫，你是个乐迷，什么时候变成官迷了？就是嘛，这官迷应该是联安帮啊，可不是嘛。不是小主，小主，别嬉皮笑脸。这，行了吧，差不多得了，你这恶心不恶心啊？哎呦，老方，来，我跟你说，你得好好给这种人写一篇文章啊，批判一下他这种官僚作风，是不是？都是一个班的战友，让你把话讲了。我知道，我当了这个临时班副呢，有些人不服气。猫，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完。我本来做了一份详细的工作计划啊，你们看，工作计划。我想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
如何更好地开展日常训练和思想工作。这不，刚要说，就让连帮打岔。我现在也不想说了。在那边吧？嗯，可能是那一堆人。啊，在那坐着呢。我还有个建议。哎呦，干啥呀？吓我一大跳。这就是你说的方正军啊？啊？哎，你是真不认识他还是假不认识他呀？这是新上任的副司令员方正军。副啥？新上任的基地副司令员方正军将军。哎，旅长也没跟你说，这次他是微服私访，还是有其他什么别的任务？这事玩大了。哎，进。营长，哎，你来的正好啊！我正在做下一步演习的预案，下一次演习一定把二营干掉。营长，干二营这事儿往后放一放。我先跟你说一个别的事儿。说。那个，在我们连里面体验生活的报社记者方振军，你知道他实际上的职务吗？这我哪知道？旅长带的人，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啊，就是你也实际上没看着过他那个证件是吧？我这不是多余吗？啊，我知道了，你们连又出幺蛾子了。好，我听。我们连啊也没有幺蛾子，是我们连队里边现在正在体验生活的报社记者方振军，人家实际上是咱们基地新上任的副司令员。办呀！你别不说话呀！怎么办？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我哪见过这么大的领导啊？是吧？哎，我那天一见他，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你说这2天咱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吧？这样，安全起见，咱让领导承认个错误吧。承认什么错误啊？你去找他承认错误，你就是没干什么事儿，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反正就记住了，一定不能把他的身份暴露出去。要我说，该怎么办怎么办？能咋的？啊，还能一直在咱们连队不走了？这没几天的事儿了。老吕啊，老方现在哪儿呢？刚才我看着跟战士们在那聊天呢。聊天啊，完了，这帮新兵指不定跟领导聊着什么来着？走，咱俩去看一眼。别让这帮新兵那嘴松的跟棉裤腰似的，啥都说。我找汤龙班改善一下伙食。就这么办。行。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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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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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干嘛呢？歇会儿，歇会儿，哎呦呦，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呦，歇会儿，显示显示，哎，这个手，方同志，您看您这是干嘛呢？你也不是年轻人，对吧？您呀，就是来部队体验一下生活，是吧？不能跟真正的兵在一起，对吧？您歇会儿，歇会儿，毕竟年纪跟他们不一样。那不行，我都跟他们说了，我是来部队写东西的，写文章啊，就得跟活生人打交道，才能写出活生生的东西来。整天关在屋里憋着，下边写出东西全是假的。是，连长到，你连累事多，你忙你的吧，别以为我年龄大了照顾我没事儿。我告诉你，要拼起体力来，你没准还不如我。是，连梦，一子梦是谢主任到。那个一会儿注意点啊，悠着点。有什么呀？下一个什么项目？引体向上。好，来。董班长，董班长，这里。哎，指导员，龙班，怎么了？龙班，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这2餐这个饭菜花样一定要再丰富一点，内容再多一点。指导员，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每天变着法的要让战士们吃饱喝好的，这是谁又瞎提意见？我不是要给你探讨怎么吃的问题，也绝对不是有人给你提意见啊！你放心，我跟连长，我们代表连里跟你说，时间不长，就几天，你一定要保证咱们这个饭菜啊，内容再丰富一点，花样再多一点，哪怕咱超点预算都没关系。谁走漏消息呢？真没有，我们不敢。哎呀，这个吕征也是，总是多想。我是让他照顾照顾老同志，没敢说您的真实身份。首长，您看现在军网更新的非常快，那上面有首长的照片，被战士们看到，很难免。您说呢？是啊，不能怨你们俩。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走。是。我跟你们2个交过实底了。我这次来，看新兵，看看连队，是真的。但是还有一件事儿，一直没有告诉你们。你说。最近，国建军会有新的指示。哎，老艾，讲什么呢？没事儿。啊，一个人在这儿待会儿。马上要离开了，但是真有点舍不得。是啊，这方副司令员要么不来，来了就是大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眼看就要过春节了，咱们和战士们到下个营盘吃饺子。谁能想到咱们227兵旅即将移防，和334作战保障旅来共同执行战略值班和演训任务啊！下面的工作怎么展开啊？新兵受衔，老兵复员，和移防战备有冲突？不冲突。我已经想清楚了，一切以移防为重，新兵受衔，老兵复员，从简。旅长，你这……你们先出去吧。3小时。旅长，谈报告。报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回去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都让你干回连长了，还有情绪啊？不是旅长，你说我是你一手带起来的兵，对吧？这么多年，你打过了，骂你骂过了。我偶尔我脾气不好，老给你找点事儿，但是我努力哪点不好了？工作，你说我这事儿，我不是常委，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老婆孩子今天全来了，你弟妹就在那等着我呢。你要跟我说一声，我就不在县城贷那款买那房子了。那眼看要过节了，你说我这全家一家人，我怎么跟我家里人交代啊？这事儿啊！我问你，
咱们旅里有多少人？1773个。有多少随行家属呢？110来人。我告诉你，一共是122人，其中干部49人，士官73人，一共是206个孩子。幼儿园88个，小学97个，中学21个，其中3人今年参加高考。旅长，我问你，这些兄弟们如何跟家属和孩子们交代啊？全中国只有你们家这个月过年吗？不是，旅长，我刚才有点乱，我没想明白，现在呢？你怼我完，我就想啊，还需要怼你吗？不需要。还有困难吗？没有。回去吧。是。向前看，现接到上级命令，命令我们进行移防，我们要确保移防途中安全顺利，圆满完成此次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加油！3，快跑走！听从改革号令，紧跟时代步伐，火箭军第270旅整旅移防在2018年年初有序展开，全旅官兵携上千台装备依托铁路公路，分批次奔赴新的站位。陌生地域、陌生环境、陌生战场，对于这支先锋劲旅来说，既是一次深刻全面的考验，也是一次破茧再生的涅槃。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步骤，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迈过的一道关口，也必将成为270旅战斗力跃升的一个新的时代起点。怎么了？这怎么都不吃饭了？行，既然大家都没吃饭，我就叨叨几句啊。同志们啊，今天啊是大年30，过春节了啊。哎呀，这往年啊，咱们部队啊特别的热闹，哎，每个连队啊最少都给出10几个节目，哎，那都不算完，甚至旅长和政委啊都给亲自上。可是今年呢，跟往年有些不同，啊，咱们今天这顿饭啊，准备的有些简单了，因为咱们的物资呢都已经运走了。炊事班的同志们能准备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倒想看看，今天有谁不想吃这顿饭啊？同志们。要移防了，啊！3营和6营已经开拔了。明天一大早，我们又离开老营区，机动1352公里，到达新的营区。咱们今天留下来的呀，都是刚授衔的新兵，还有一部分老兵。部队移防，啊！新兵们呢，可能感受不是那么强烈哈，但是老兵不同。3年、5年、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都留在这里了。啊，过节了，过节了啊！不说那么多，
我祝大家春节快乐！咋的呀？吱个声啊？怎么连长讲话，大伙都没个动静啊？啊，不能吱个声吗？来来，有没有能带个头的？阖家欢乐，再接再厉，万事如意，多赚钱，满满元气，不慢精神，太阳一心，万家面貌，有多敌，立碑忠贞，挑战自我，突破极限，青春无悔，刻苦训练，挑战有我，就完胜，保家卫国。在部队的第一个春节，是如此的意料之外，感觉很奇妙。没有丰盛的饭菜，但觉着温暖；没有震天的鞭炮和暖心的话语，但又深深的被感动着。总之，胃口上的满足远不及精神上的顿悟。那一天，我知道了营盘对于一名军人的意义，明白了新老兵之间的不同。懂得了什么叫军令如山，更感受到了传承对于一支部队的意义。紧急集合！紧急集合！各战斗单元进入阵地！各战斗单元进入阵地！紧急集合！紧急集合！各战斗单元进入阵地！各战斗单元进入阵地！部队已全部拉动，预计30分钟后进入待机库。我知道了。是。同志们，安雷要来，得欢迎啊！汇报移防情况，主力部队目前正在铁路机动，先头移防部队预计凌晨5点到达野外营区，预计早晨9点之前，全部移防人员和装备到达移防阵地。旅长，你看看这个。哎，什么任务啊？这么神秘，就这么几行字。只给了我们一个歼灭坐标，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只说待机发射。挺狠啊！咱们的人员和装备都还没到，旅指挥部还在路上。又是红蓝军对抗，我看这个架势啊，不像。哼，实战当训练，训练当实战，只要有坐标，咱们就能干。最新的命令下来了，命令咱们第1梯队的第1营在到达阵地之后啊，短暂休整，然后立刻进入334旅的地下待机库阵地，进入1级战备状况。在任务没有结束之前，暂停一切270旅和334旅之间的任何联系。2个旅的人到了同一个阵地啊，所以，在人员编制啊还没有完全梳理好之前，先由我们接管指挥权。这里是目前的阵地分布情况。从这里分布，东侧属于我们，西侧目前还是归334旅。在东侧的阵地，现在由334旅的镇管带协助咱们熟悉装备情况。
我好像看到松鼠了。哎，这会有山羊吗？哎，对，啊，这时候不能犯二啊！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山羊啊？傻了吧？后悔了吧？想想他们大学，鸟语花香的，还鸟语花香呢。我就在想啊，就这地儿，鸟来了，能拉屎吗？一点也不意外。火箭军啊，就应该在这种地方。之前啊，在领事馆看过。报告旅长、政委同志，270旅先期移防部队已经到达，正在组织休整，请指示。明白了，不用休整，立即全员1级战备进入待机库，目标坐标已经发送至各营指挥车了。是。旅长、政委，报告旅长、政委。火箭军总医院心理疾病防控中心主治医师黄文向您报告，受首长委派，我在战备期间借调270旅任心理辅导专员，解决官兵们的心理问题。黄医生，欢迎！你看啊，我们这一路忙得手忙脚乱的，还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也是临时接到通知，我把公文带来了。黄医生，是我借调的你，但是现在刚移防，而且全员战备，等我们进入了防区，我肯定会通知你过来。没关系，我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论时间地点。也好。王干事，附近有招待所没有？快带皇军安顿一下。有，就是条件差了点。我不去招待所，我跟你们一样去待机库。开什么玩笑？哪有女兵进待机库的？我去不就有了吗？这样了，黄医生，你看啊，我们千里移防刚刚到这儿，对周边的情况还不是太了解。再说进待机库也需要时间，需要手续。要不这样吧，先到镇管一营，等手续到了再说，好吗？政委说的对，黄医生，阵地上有情况，我需要过去处理一下。抱歉了，王干事，陪同一下。是。走吧，照顾好。是。一句政委说的对就完了。黄军爷，您刚来可能不太了解情况，待机库的进出，认证不认人，就是旅长、政委没带证件都不行。加密电子卡片出入都有详细记录的。我明白，毕竟是军事禁区嘛。走吧，我去镇管一营。哎，别干！
别看我，看外边。都坐好了，注意安全。我说快到了吧？各单位人员下车集合。背包下车。各单位人员下车集合。全体下车，集合。旅长政委同志，与334旅首轮交接完毕，现在东侧待机阵地已交付我旅指挥，请指示发射营营长齐峰。工作做得很细嘛，口头嘉奖一次。谢谢旅长。不开玩笑了，现在什么情况？目前设备调试正常，已具备作战能力。您好，你好，您就是黄俊义吧？对。哦，王干事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我是文树，我姓陈。你好，您好，那我先安排您住下吧。那就麻烦您了。没事。来，慢点啊。王班长，王班长，哎，文叔，我刚才跟你说，你都记清楚了吧？记清楚了，班长。有不明白的，你随时问我。啊，是，好吧？是啊。这是谁啊1级军士长同志，您好。别客气，叫我班长就行。你好。参军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1级军士长，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叫。班长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慰问演出的。啊？这以往这个文艺轻骑兵来了都不少人啊，这次咋就你一个呢？我说，风水先生，这位不是演出队的同志，人家是军医，黄军医，战备期间借调过来的心理医生。哦，哎呀，这不好意思，搞错了。没事没事。一级战备都去待机库了，新来同志也去了，这家里没什么人了，就俩人在这值守，
我回来取点应急物资，马上就得走。我就没事，您忙，您快忙吧。那行，那你陪着黄军医啊。好，我先走了。行，您先忙。走了。慢点，班长。别忘了啊，把鹅给我喂好了。知道了，班长。还有张士斌，都照顾好了。是，明白。走了。慢点，班长。再见啊！您刚才叫他风水先生，他叫王显民，老兵了，爱岗敬业，爱鹅爱狗。那犬叫张士斌。对啊，名字起得严肃些好，这显得我们一视同仁。风水先生说了，只要能为部队做贡献，无论是人是狗，那都是咱们的好同志啊。对，那黄军医，我们就先上车吧。好啊，哎，我来帮你拿，我来，您上车。谢谢。来，都跟上啊！大家看一下，这儿呢就是咱们的图书阅览室。来，好，大家平时看书啊就在这儿啊。平时咱们的业余生活还挺丰富的，喂，可以看一看。看什么呢？哇，都别看。别看了。班长，他们是做什么工作？他们是技术营的，负责导弹的检测与维护。这装备到了咱们发射营以后啊，他们会全程跟进，保证万无一失。班长，他们为什么不穿军装啊？他们穿的是防静电的工作服，这不同的颜色啊，代表着不同的工种。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穿？等你们出师了，遇到任务的时候，自然就会穿了。不过啊，你们就知足吧。咱们现在是移防加战备，要是按照作训规程的话，你们至少要半年以后才能进入待机库。那人进待机库很幸运的。这个呀，你们自己慢慢体会吧。这是食堂，以后呢，咱们用餐啊，就都在这儿了。待机库分为2大区，生活区和战斗区。要是再细划分的话，分为 A、B、C、D 等7个区。跟紧了，别掉队。这儿啊是咱们的技术保障大厅，你们记住了啊，以后如果没有班长带你们来，你们是不可以随便来这儿的啊。哎，班长，啊，我们不是哪儿都能去的。当然不是。嗨，你啊，最多 B 区域，到了 A 区域容易被击毙。行了，都跟上，快点，跟紧了。高科技。好，哎，不，别掉队，不。正好这边看一下，大家看一眼啊，从我脚下往这边的一侧是地区以上的级别，咱们平时呢是不可以来这儿的，大家明白吗？明白，明白。好，这边来。这儿就是咱们的宿舍，行军包放这儿。哎，怎么还收手机呀？哎，休息日也不让用手机吗？哎呀，要啥手机呀？这是待机库啊，这待机库手里肯定没信号。梦梦的意思是，主要不是打手机，他担心的是听不了歌了。对，我就是想听听歌，搞搞创作。那你留下也行，是不是？集合。既然大家来到了这里，就要严格遵守待机库生活作训规定。向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位是咱们排上的老兵，大家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向老兵问请教。在训练方面要向老兵学习，明白了吗？是。床头上有你们的名字，对号入座。解散。哎，我名字在哪儿啊？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哎呦，睡你上铺好啊！哎，我在这儿，咱俩一块儿呢。哎呀，报告，班长，
我想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实操导弹车？早着呢，你们啊，要先向老兵学习，还要再学习半年的专业知识，考资格证。所以这次你们来代机库主要的任务就一个，学会生活。没了。能在代机库过上好日子啊，难，自己慢慢体会吧。那什么时候可以接触装备呢？哎，我还是那句话啊，你最多到 B 区域，到了 A 区域容易被击毙。哎，那不一定，下镯子不一定。停！营长好。下属，欧阳俊，跟我来一趟。是。报告营长，找我们干嘛？旅长叫。这要把夏昭给击毙了。报告，发射2营、3营已经离开待机库，进入发射阵地，随时等待火力支援的传输。发射1营处于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发射。旅长，人带来了。旅长好，列兵夏卓报道。夏卓，又见面了啊！旅长好，列兵欧阳俊报道。欧阳俊，我印象很深。哼，哎，你们不知道啊，夏卓这小子，好多5百强企业花上千万想挖他。欧阳俊也不错，你们2个都不相上下。哎，你说一说，为什么最终选择来火箭军啊？报告，为了自己，为了能与众不同。报告，我想在中国军队的高科技部队这样的地方证明自己的价值。270旅旅长安雷，政委梁可文，到。战局有变，内容涉密，1小时之内赶到基地作战室开会。是。启宝，到。这儿交给你了，给我盯好了，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明白吗？明白。人在，阵地在。本来想跟你多聊几句的，这样，启宝，让他们2个留在这儿等到我回来。虽然不懂业务，但是你万一用得上他这个超级大脑，是。2位，练习作战室。是。旅长啊，你这照顾好。哎，那儿怎么了？师傅，车怎么了？旅长，我下去看看，帮他一把，要不然这清不开，咱也过不去啊。去吧。是。师傅，哎，车怎么了？哎，没事，出点小毛病。要不要我帮帮你？哎，正好，帮我拿一下这个扳手。好，在这儿。别动。